都散開。黃琪佢。 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紅海風帆殿後係快樂奇兵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啦，天分高就放啦，響外邊啊驍勇善戰啊。內欄第3啊遙遙日上啊，第4位中間有謙謙君子啦，外邊橙色眼罩中華威威啦，第6位㗎嘛，內欄辣得凌厲咁啊，外邊位置追咧，仲有木火同名，揈出去外邊一石二鳥同埋快樂奇兵啊。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天分高走甩咗個幾馬位啦喎，咁啊見到遙遙日上，搖下搖下睇個勢都過㗎啦。後邊嘅馬咧仲係謙謙君子啦，中檔位置驍勇善戰啊，攝內欄追仲有隻辣得凌厲啊，接近終點咁啊遙遙日上打搭野馬，跑第2名呢，咁啊外邊位置有呢隻謙謙君子同埋埋邊嗰隻天分高呢，就需要影相，第4名呢，係嗰隻辣得凌厲啊。結果今場賽事都係體型比較大隻啲嘅呢隻遙遙日上，亦都跟咗一個唔錯嘅位置，咁啊結果順利打搭野馬，跑第2名呢，係咪指南3呢？外邊謙謙君子上。